淑美这个角色呢，在这个劳工意识提升联盟里面，他是一个会计，然后跟盛爷其实算是比较有点革命伙伴，算是这种元老级的成员。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博成嘛，是一个实习生。那剧本里面设定说是因为他是我同学的弟弟。所以呢，他要实习，我才让他进来的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混的一个死小孩，狗模子这样子。所以，然后我可能就是负责会去教训他，然后呛他、管教他的人。你想讲等于他装特别高神，你生气捆什么哎呦！我哪来就生你丢哎！哦。淑美其实她平常是一个算是温柔的人，就是然后笑笑的，然后都还好，除了博成以外啦。但是其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她个性稍微就是比较温和一点。但是到了抗议的现场，到了就是替劳工争取权益的现场的时候，她会完全就是变了另外一个人，会非常的热血，对，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角色它有趣的地方是它的就是这个反差很大。你只要想到公司见面会丢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可以当上经理，是多少员工跟你一起努力啊？对啊。我可能给人家的感觉也是，大概第一印象会觉得可能文静或是所谓就是有气质那种的。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是我坦白说真的蛮冲的，就是遇到看事情。所以如果说像是这种就是争取权益的场合什么的，基本上呢，上次有次我们拍剧照，然后拍剧照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定格就很假嘛，所以都要喊出声音。然后那时候在喊的时候，哇，我跟盛妍真的超激动的。然后后来发现，拍出来照片效果还蛮好。我觉得在那个当下，然后我肾上腺素也是一个很容易飙高的人，然后又是剧场出身的，所以我就是那种在放的那方面，我自己很喜欢。所以有一点像啦，只是我平常可能就是更不会那么的夸张这样子，但在戏里可以这样飙，还蛮过瘾。